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7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5篇，创世纪13章第1节到18节，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疼、真爱。亚伯兰受呼召的时阵呢，伊的老爸要求伊着爱带伊的侄仔罗德来做伙行。罗德嘛，因为跟对着亚伯兰来得到上帝的祝福，所以因的牛群啊、羊群啊，坐甲彼此的下客仆人拢会伫遐起冤家啦后来为着要避免彼此的纷争，因就决定来分开。今仔记圣经记载亚伯兰甲罗德分开的这个情形。做阿伯亚伯兰并无先选择上帝要赏赐予伊的土地，反倒转甲伊的侄仔罗德讲：“你先选，互伊有选择的机会。”创世纪13章第1节到18节，安尼记载，亚伯兰带伊的某甲伊所有的去对埃及去尼吉夫，罗德嘛做伙去。亚伯兰的精神金银真济，伊对尼吉夫渐渐逼着伊来牵线，对逼着伊到爱的中间，就是伊以前大布片起祭坛的所在。亚伯兰伫遐来求上主的名，甲亚伯兰做伙去的路德嘛有牛群、羊群、布片。伫到迄个地区无够通互因做伙徛起，因为因的财物真济，袂当做伙徛起。亚伯兰的牧者甲罗德的牧者常常冤家。当时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住伫迄个地区，亚伯兰甲罗德讲：“咱毋通冤家，你的牧者甲我的牧者嘛毋通冤家。”因为咱是一家人，全地拢伫你的目睭前，请你离开我。你若去倒边，我就去正边；你若去正边，我就去倒边。罗德抬头看约旦河，所念的方向一片的平原，水源充足。迄个地伫上主毁灭所罗马甲俄摩拉以前，亲像上主的园，亲像埃及的地，罗德就经约旦河迄片平原，迁徙去东边，因两家就分开。亚伯兰住伫迦南地，罗德住伫平原遮的城，渐渐迁徙去到伫所罗马。所罗马人非常邪恶，大大来得罪上主。罗德离开了后，上主对亚伯兰讲：“你抬头对你徛的所在，东西南北看，你所看到一切的地，我要永远赐福予你甲你的后代。我嘛要互你的后代，亲像地上的土沙遐济。”人若会当算地上的土沙，才会当算你的后代。你起来行头这个地的逐所在，我要将这个地赐予你。亚伯兰就迁徙去希伯伦，到瓦基利万里遐的长树的所在徛起。伫遐，伊为着上主起一座坛。亚伯兰伊并无讲罗德所有的拢是因为我，伊嘛无讲我是长辈，所以应该我爱先选择。伊反倒转甲罗德讲：“你选择正边，我就去倒边。”这是伊对罗德的真爱啦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，甲咱讲上帝心真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予因。上帝用差遣耶稣基督来表达伊对世间人的疼。耶稣基督的疼就是上帝的真爱。
这个听世间人的作为，就是当看观心，赢过一切正常的人所会当知了解的听。伊有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经文安尼讲，因为安尼我归落赐名予天顶地上所有宗族的天父，祈求照伊丰富的荣耀，通过伊的圣神所赏赐的快乐，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。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来点伫恁的心内，互恁定根下个地基伫听，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听是偌尼啊长看观众，佮经验迄个超过人的智慧所会当了解的听，互上帝的完善甲恁完全充满。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得运行的大快乐，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，来成就一切。愿荣耀伫教会中，通过基督耶稣归乎上帝，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。阿们。上帝所赏赐的听甲恩典，超过咱所求所想的。因为迄是伊的真疼、真爱，将独生囝的性命赏赐予既若相信伊的人。诗篇15篇，上主啊，什么款人会当住伫你的布片？什么款人会当徛起伫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对心底讲真实的人。伊无用喙舌中伤人，伊无陷害朋友，无四界造谣诽谤厝边。伊的目睭藐视做歹的人，毋过尊重敬畏上主的人，伊救全。虽然家己吃亏嘛无改变，伊钱招人毋是为着利息，伊无受暴露陷害无辜的人。做这款代志的人，会永远徛在。感谢上帝赏赐大听堂，赏赐阮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赎，互阮因为坚定的相信来得到救恩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